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福氣女嚟嘅節目。咁我大家都少嘅乜嘅咧？少嘅樹，咁講到大家上嘅樹木強用嘅係立體樹，形容應該係立體樹，形容應創作嘅作品，叫傑生詞有乜嘅故事。大家咧分享啲一群後生應該實驗室，佢係免費送嘅貼片，喺度辦雜種立體樹實驗室。大家都分享啲喺創辦人，一開始咧繞場係雜種葉陽。大家好，我是葉陽。聽你嘅繞場係阿光阿公。大家好，我是阿光。好，聽你嘅係阿文阿文。大家好，我是小文。耶，欢迎！哇，好棒哦，可以看到你们在这边。感觉上刚刚一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有一点点紧张，因为要讲客家话，对不对？对。对，可是其实我知道阿光跟叶阳是龙潭的客家人，从吗？对吧？没错没错。龙潭是一个很知名的客家庄哎，一讲到龙潭，大家就想到大池。哦，对，茶叶很大，对吧？对，你们在家里有听过家人讲客家话吗？讲客家话有吧？我爸其实很会，爸爸很会讲，对，所以有听，但只是因为平常很少有机会练习，你讲什么？那今天你们在客家台这样谈爱用讲客话会不会有一种觉得很亲切的感觉？蛮亲切的，虽然不会讲。对，不过很棒哈。基本呢，佢到來大了，佢到實驗室，佢讀嘅作品哈，你讀現場是看到哇，很多動匠嘅立體書吼，每本嘅大本書都係佢到嘅新寫，佢到嘅重組。不過一開始我們現在少嘅係佢到嘅品牌哦，非常嘅貼片，怎麼這麼的俏皮嘞？哈，他們的這個名稱叫半隻羊，對。很有趣，要不要分享一下這個品牌的名稱的這個靈感來源，或是為什麼？對，學姐講對不對？分享一下半隻羊立體書實驗室的由來哦。其實是從中文的造字來的。哦。對，就是大部分85%就是有羊的偏旁的字都是好的意思，比如說美麗的美，好，善良的善，對，然後正義的義，吉祥的祥。真的耶。我很認真在寫，你知道嗎？對，這就是我們希望說，因為我們有技術，然後我們有這樣子的立體書的技術，然後我們可以跟另外一半找到另外一半跟他合作，然後我們就可以創造出新的不一樣的火花的作品。對，然後是以良善的方式出發，所以我們希望這是一個很完整、完美的開始。對。到目前為止有覺得很完整或很完美嗎？到目前為止都蠻幸運的，遇到很多很棒的真的朋友。對我覺得這個聽起來就蠻感人的。為什麼會剛剛問那個問題？因為創業總是艱難的，總會冇簡單。我的感覺是這樣，尤其是你真的要帶着一股熱情，然後一股興趣。對，我最近常常有一個我自己心目中新的座右銘，我覺得就是熱愛且痛苦的。有時候你很熱愛一件事情，可是中間不一定每天都很快樂，可是你又很熱愛，然後它背後帶來的那種快樂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回饋。所以我相信每個創業的新的團隊一定是這樣，尤其是做這麼難的事情。好，所以講到兩邊大家老大家分享現場看到當到嘅作品是係幾個立體書哦，然後因為立體書其實非常嘅困難，啊都有都是幾個融突。是說為什麼你們兩個長得非常像的這個人要一起做這件事情的創業，對不對？一定有原因嘛，對不對？我記得我們好像學生時期的時候，原本就想要一起出來做點什麼。哦，我記得那時候在大學時期，他就很開心的跟我說：“哥哥要回來了，因為他們要一起做。”他在雲林。對，一起做一些事業，這樣。是那時候念書的時候，哥哥在雲林，哥哥在雲林是念書嗎？那時候。對。然後我們兩個在北科。是。對。然後我們兩個比較少一起共事。所以你很愛哥哥，對不對？因為他說哥哥要回來了耶，還不錯啊，對不對？還不錯。所以回來之後兩個人就，然後但兩個人都對立體書很有興趣，才有可能做這件事嘛，對不對？我們那時候，他們兩個比較辛苦，因為立體書是我的研究所的我的學位是用這個拿的。哇，對，然後對他們兩個是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一個東西。對。但也喜歡興趣，OK。那學姐是被迫加入嗎？還是？我是一直都在做展場設計，對，就是空間的。然後那時候剛好有一個階段性，就是工作結束，對。然後阿光就邀請我說，那個他們要成立一個新的
小公司这样，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比较少在公司，我就是在外面就是做专案，对，或是找业务这样子。很辛苦哎，学姐工作很辛苦哎。对啊，感觉上这是一群就是后面的那种创作者，对不对？那我们开始去开创，然后就学姐去外面拓展业务，安又在办公，对不对？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组合。对，我们3个会的东西不太一样。是，对，我大部分就是负责空间或是外面的业务接洽。那阿光就是设计总监，他负责视觉，那叶瑶负责我们的纸艺工程。所以我们3个工作几乎不太会重叠。对，这样加在一起，那个能量才更大，对不对？我有感觉到学姐的能力耶，因为发现从开始到现在，他们俩就负责，对。大家多讲一点话。对，就是想说让学姐讲就好了。对，他们两个就对，然后连看到学姐说因为他跟我说哥哥要回来了什么的，就是好险今天有学姐棒棒。不过说真的，来我们讲一下。很迷恋立体书，对不对？包括你研究所的学位是做这个题目，为什么这么喜欢立体书？怎么安总是立体书？我们的其实我们的背景都比较接近设计， OK， 还有艺术的部分。然后我本身因为是从艺术这样出来，然后中间有经过设计的培养。那后来其实，在钻研我的研究所的这个论文的议题的时候，我其实有去回到这个我小时候那时候去抓一些主题。那其实那时候我一直都很喜欢做跟纸张有关。OK，所以到纸有关黑改跟纸有关的。对，所以就抓住了这个纸张这个材质，然后又把我真正大学的时候我是建筑背景。就把建筑还有纸张这个材质结合在一起。哇 ，OK， 所以为什么今天这很多立体书，你看我们会看到一些建筑物，我们等一下跟大家来分享。对，然后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DNA， 它就这样子开始了，对不对？但是好像是不是也跟妈妈送你们立体书也有一点点的情感上的关系或启发，是不是有？小时候啊，因为我们妈妈是她是文学作家。那好酷哦，这个。那妈妈有没有常跟你们分享很多她自己的作品？小时候，对，她都用讲的，她就把它变成故事讲给我们听。哇，所以她其实是不送礼物给我们的，她从小都是不送礼物，生日啊什么都不送。可她唯一一次送我们2个的就是一本立体书，一本这个美国的一个这个立体书的设计师，他设计的一本这个耶诞节的立体书。那为什么我好好奇哦？你看妈妈很少送你一送一本立体书，还是因为她自己很喜欢，所以就觉得要送给孩子。应该是哦，对啊，那是圣诞节吧？我记得是圣诞节。这本书现在不见了，不知道被我们丢到哪里去了。但是一直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哇 ，OK。因为其实中间有搬过好几次家。对。所以好可惜哦，对，不过没关系，我们把美好的记忆留在脑海里面，对不对？而且你看他妈妈送，不是挑什么端午节，是他挑一个圣诞节，所以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节日然后送给孩子一本这样的立体书，对，所以也是你们记忆深刻。那本立体书好玩吗？他把这个耶诞节的历史稍微叙述了一遍。哇！所以对于东方的孩子来说，其实我们跟耶诞节没有那么密切。对。可是他因为这本书让我们很喜欢这个节日。OK。后来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去追那个影子，想要把故事把它传下去。是。好，你有了好好的小改题都改作品之前就是好好分享我们的作品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下，其实立体书还是有一些用途跟演变的，不是只是一种保存、一种观赏。对我国小也有做过立体卡片，就很简单，就打开来，然后就突然变成一个立体的房子。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简单，然后我就很迷恋，我想说怎么那么酷，打开可以有一个立体的房子。对，所以其实它其实是有一些用途的演变的，对吗？是谁来分享？他在其实立体书最刚开始在大概200多年前，它是从这个欧洲过来的。对，那它最原始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它原本是在医学上面用的。因为当时这个医学上面不一定拿得到这么多大体可以解剖，对，所以就会把这个大体的这个东西做成一张一张的图卡，把它画下来，
是画下来之后，当我们后续要去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只要把它翻开就好了，我们不用再去重新解剖人体这样子。那它翻开的时候是立体的，它就是其实是平面的。哦，那只是说它有点像是把表皮给打开来，然后可以看到里面的骨骼，是再把骨骼打开来，可以看到里面的。哦，我懂了。对对，一层一层的。OK，其实虽然是平面，不过也是一种立体的概念，对不对？它就是一层一层的打开皮肤，然后骨骼可能会看到心脏，然后或是胃，然后背后，然后肝后面的肾或是什么的，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对 ，OK， 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这样很实际的用途，然后发展到现在，那它可以展开出非常多 m o k i o n 改，对，功能，对不对？那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功能，对不对？对。哇，真是动有意思哈！大家是聊下，因为下堂节目本大家都看，佢都做家己提出有几神奇。那台高的小改机都有带了一个立体术吼，其实今天你们带来的作品有很多难度很高的，然后也有看起来比较童趣的，不会太困难的，因为动东西动咱简心那部分你给乡亲朋友来看哦，所以爱修好又比较好简单呢。不过我们是不是要先请这个创作者叶阳老师来分享一下这个跟哈嘎又冠黑的这个作品，是不是？这个作品真的很可爱哎，你要先把它关起来，对不对？嘿。对，好哦，台嘎会很想知道说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是我们在跟一个这个舞台剧他们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它其实后面有个把手，是可以在舞台剧上面套住的。OK， 拿住之后演出。等一下，你现在好好讲一下，所以你现在要打开了，是不是？你要立体书就是打开那个 moment 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啊，是不是？好，我们现在要给你1、2、3，一，你上，打开。哇，好酷！立体书，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一道菜，对吗？这是一个转化过后的这个客家小炒。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些客家小炒常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豆干，对，比如说这个鱿鱼腿，对，比如说这个芹菜等等。OK， 就会在上面呈现出来。对，因为台嘎斯维孔头工，这个。其实说实在，如果这是给舞台剧使用，对不对？所以它只能在舞台上一个很重要的道具。对，然后打开狗还有嘞，又有一种立体感。我觉得你现在讲，你们喜欢吃客家小炒吗？哈嘎炒牛好吃吧？喜欢吃。对，下饭。我有吃过吗？有嘛哈？对，这个就是一个立体书不能吃的哈嘎炒牛，可是会让你很有感觉，对不对？好，这个是叶阳老师带来的作品。我这旁边有一个这个好精致，这个是不是阿光老师要帮我们介绍？没问题。这个的话，它其实是完全用纸张做的昆虫标本。然后我们这其实是一个 DIY 课程，然后我们在整个课程的这个2小时内，会从这上面的那个昆虫脉络都已经先雷雕好了，我们只需要再透过课程里面。然后我们把它设计的像是在做标本一样，哇，然后需要去把它上面东西一些小零件给挑掉，然后最后把它组成这样一个漂亮的框。所以它可以摆着，它是不是也可以挂在墙上？没错，对不对？它也可以挂在墙上，因为这边可以有挂钩，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对，很美耶。当时就是阿光在设计这个的时候，他其实出发点很棒，因为他自己会做标本。那做真正的标本，真正的标本，对。那真正标本其实在做的时候，它2种方式取得里面的这个昆虫。那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说的在路上面的这些东西，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它上面那个，我们要去用一些乙醚啊等等把它弄死，就是把昆虫就是弄晕，对，弄晕 ，OK， 获得它是。那其实它是伤害大自然的。所以前者会比较好啊，是，因为要等它自然的死亡，是，但是会比较难收集。是，你看我们现在看了2个作品，一个是客家小炒，然后一个是这样的那么美轮美奂的昆虫的标本，然后学姐手上还有一个很特别，对不对？对，学姐你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好，大家看到了一本，该一本书，打开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立体书这么着迷的原因。
这么令人觉得有魅力的原因，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台中的建筑周厅，对，这是我们今年2024年新的作品。对，那它其实是一个古迹保存的案件。那在这个台中周厅，今年也是会陆陆续续开放让大家去参观这样子很古典美的一个建筑物。那现在这个纸上建筑呢，就可以让大家收藏跟保存。对。我必须要说，其实这对小朋友来说很重要，对不对？我觉得小朋友他会觉得很好奇、很有趣，然后其实你让小朋友辅同来细节，你没找到有拿来告小朋友说，其实它是什么？就是它就像是一个立体的，像标本或是缩小的东西，你就可以跟小朋友分享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好，你还有本大家可能好简单改一种改作品，可是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个做的跟他盖有关的改作品，就是这本书，对不对？没错。来，像今天我大家看一下两本书。是不是很动等一下？给一本谁本改树批当够写的还买东西，写的他搞通发鬼。然后听说你们这个是就是为了龙音尬，就是银发族的阿公阿婆制作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因为要让阿公阿婆在阅读起来，比如说字有比较大啊，他比较容易阅读，然后阿公阿婆也会喜欢。他们可以自己做吗？还是？对他们整本都是要自己做的。哇，那大家看一下，大家嘛改书吼，还是大家咧翻一下，你看大家一本书从么？所以我提一下打开来，叫我大家做咧看到嘛改，还没动等一下，你还哈嘎鼓，对不对？哇，真的很魔幻呢，就觉得可以在上面打鼓，对不对？好，听一下打开来，因为哈嘎改鼓从么？好，听一下打开来，哇，这好像在揭秘什么哦？你还哈嘎改台风风讲爱安阳表。你看看安阳表，大家实在看到哇，你係一隻火風，從麼？他家嘅台火風，佢佢一隻動立體嘅東西。然後我們在講安陽哦，旁邊還有溫室，就等於小改，兩隻火風機獨大改，內容係馬改，題上係馬改的，一本大家看一下。哇，真的是每次翻到好像在什麼，你知道就在期待那個驚喜。下一個，你看到這個真的動，等一下，這個是雷叉，對不對？所以大家有看到嗎？看呛改綠茶碰，順帶一下誰痛西有冇？擂茶怎麼辦？好像是我自己玩得很開心，我也是阿公阿婆。然後聽年呢，找過到，然後打開來，大家看下最後一頁。然後我就會問信上講，可是這是平面的。信上就說，哎呀，你要在這邊都給賴一下。我好像在教小朋友哦，你看到賴一下，打開來。哇！剛是幫我做音效嗎？剛那個哇是就是說哇，這個就是你看他把百姓為用到改樂器，然後你要怎麼買？我說老師這也是平面。老師說你看在旁邊可以轉動。來，你看它是可以轉動就是你知道唢呐，是吧？對不對？大家你講他個百姓平常會噴塔哥，你還是給他塔哥，所以你看你係唢呐，你走這樣轉。我覺得這個。來，你們分享一下阿公阿婆看了這本立體書，或者他們自己做立體書，你們有課程，要不要分享一下這個課程跟回饋？這一本那時候我們確實就是為了阿公阿婆他們在做的。那其實整個做下來，我們整體其實做的比較小本一點。那阿公阿婆其實第一個感覺是實在是太小了，他們做得很辛苦，但是他們做得很開心。因為他們是總共是來上5堂課。裡面有4頁總共來上5堂課，每做完1頁，他就回去可以跟孫子還有孫女一起玩那一頁。下禮拜再來做下一頁。好棒哦！然後阿公有沒有告訴你？阿公阿婆有沒有告訴你說他們做完之後很有成就感之類的？他們其實就是為了要做回去給孫女玩。對，所以他們每堂課都會很準時，很認真，對，然後他會一邊做，然後就跟我們說，我們以前就是有這個擂茶，你知道擂茶裡面是什麼材料嗎？所以我們在教的時候，他會跟我們分享，所以我們也在了解這些裡面的比較細節的知識。比如說，他就是說，他以前就是住這樣子的房子啊，例如像這個，對，就是他們會一邊在做的過程中跟我們分享，所以其實我們覺得蠻開心的。所以其實也是我們在阿公阿婆身上學習到一些他們自己生命智慧的一些累積，對不對？對啊。他們可以學的是一個手工藝，然後覺得，因為這也是訓練長輩的興趣，或者是他們能夠做的，而且其實這相對簡單吧，可以這麼說。對，相對簡單。然後他一邊做還可以說不要寫綠茶啦，你挑把綠茶扭音，他們就可以這樣分享，對不對？還有一家作品我也覺得非常有意思，就是這個，對，這個呢真的是非常童趣哈，大家你打開啦，
那是一个，你知道。跟你讲狗性感节改时间还没有个烤鸡，这看起来真的很想过节，很希望等下就是圣诞节，然后晚上就可以过一个这个有一个圣诞节气的味道。这个也是一个你们的设计作品，对，也是一堂课程，而且它的课程连体验的过程都跟烤鸡有关。所以它是我们是把上面看到这些零件材料放在一张餐桌上面，他们像去吃自助餐一样，拿着盘子把那些材料一个一个捡到餐盘里面，然后回到座位上面把这个烤鸡做出来，烤自己的鸡。哇，所以你们所以我会觉得半只羊除了在做一些作品的创作之外，其实你们有蛮多这样的课程活动是蛮特别的，对不对？我觉得，因为这也会让我想起来刚才老师们分享的故事，就是妈妈送给你的那个第一本的立体书，也是跟圣诞节有关，对不对？来分享，接下来是你们吐苦水的时间，然后大家都分享一下，你都改困难有吗？改听说困难很多，对不对？每个人遇到的困难都不一样。第一线的困难应该最多吧？阿文可以先分享。第一线的困难其实是因为讲立体书在台湾其实还不是一个很普及的一个工作事业或是产线，所以在从头到尾我们是需要做非常多的沟通，因为它不只是设计而已，它可能还会需要跨到3D 或是一些想象力的沟通。那我们以前如果做这种插画的本，那我们就是讨论脚本、讨论内容，可是到立体之后，就是所有的好朋友们都会想说，到底长什么样子？你现在讲的这个是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会运用很多的方法去跟他们沟通，说会大概一步一步，就像跟着我们一起创作一样。所以其实不要看这样简单的一小页，可能都会走超过4个月或5个月，在磨这样子的一个立体的页面。所以千万不要绕低调狗，你们做好给我们看，我们再来决定，不要提出这种要求，是不是这个意思？有讲到你的心声吗？对，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对我们地改很麻改，那你都等于先走一下 demo， 不能太困他，千万不要对他们说出这种话。大家可以先讲说，这里改一下，然后那个一下，我们可能就需要花这2位就要花2周的时间。我懂，因为那个改一下，因为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不对？那个改一下不是这个稍微粘一下或者什么的，因为地调可能狗一下，因为它会跟整个结构有关嘛，就会整个都动到了。对。其实他们俩比较辛苦啦，因为大部分视觉跟纸艺的创作计算在他们身上，那我这边就是负责尽量的去沟通。对。哇，其实因为都有心酸感故事，还可以先聊下，你等一下总在讲。东方伊走在绕墙头，让阿公阿公都节目地读了台高的小改，都从两改狗昌到故事。刚才学姐有讲到，就是其实蛮辛苦的沟通上面，对不对？那创作者这边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辛酸血泪？视觉要应该是没有，全部被我们吞下来了。学姐，你回去再帮我把他辛酸血写下来，我下次读给观众听。对，应该一定有的啦。比如说不断的重复很多次嘛，对不对？花很长的时间嘛。其实因为在过程当中，我们是一棒接一棒，所以当第一线出去跟客户接收到这个资讯之后，其实结构的地方会改。那结构的地方改了之后，视觉马上就要改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窗挖掉了，那视觉的地方就要想办法把某个东西补上去。懂。所以当今天这栋建筑物有100个窗，那我们这边就要处理好多次。我觉得真的是环环相扣，对不对？就是不是只是你那一层，所以你那一层怎么样，你这一层就必须怎么样，就会动到这一层，就环环相扣。所以这种也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关系。我自己觉得，你不觉得吗？就是我们彼此是联动的，所以谁都逃脱不了责任，所以这是一种相爱的关系，但是又是一种相杀关系，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以前就是因为我们今年是第10年了，然后我们以前可能会有这个过程。但是后来大家就越来越有默契。我们现在有的默契就是因为彼此会知道他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我可能可以就是在前面的时候去争取一点时间，然后他们会也很贴心的把一些可能知道
业主看不懂的地方，就是可能多帮我出一个说明，或是再做一些多一点的动作，让我可以去前面做说明。这样是，太棒了哈！你讲到俩，其实几多个作品非常的多哦，真的非常的讲，比如讲从大家看到俩咋，其实非常的精致，黑渣，我们说这是一个飞机，对吗？对不对？没错。像这个作品，我刚刚在现场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它非常非常的细腻哈，非常的精致。比如讲不让去当过大家俩做，感觉看到也是一个蝴蝶，然而是吧？没有讲错吧？哦。这突然很紧张，对，然后台下仔个看到诶是这哇非常非常精致的一栋建筑物，对不对？台下仔看到可以打开了感容啊，台下仔你想想，还一灌一类些就是一个平面，我打开了其实非常的精致。带起来安永英其实抖音里俩孙条还有一本书，这本书我就觉得为什么没有介绍呢？他就是要拿下来介绍啊。后来那个基调孙来讲，哇，两本书其实基调那里唱歌比赛得了金奖就是第1名的意思，哇，好棒哦！我们先让他可以冠仪了，所以它其实就是一本跟控铁有关的改书，台下都有很多。为什么？你看去打扣嘞，它跟牙齿，对不对？口腔，哇，大家认真看一下。你看它讲的就是一个立体的嘴巴，然后里面打开会看到阿奇。然后会看到里面的这些构造，然后它就像是一个教学的一个作品，对不对？旁边有1、2、3、4、5、6，我相信它都有秘密，有机关，没错。好，只是现在没有办法好好跟大家分享，我再开1页就好了。哇，你看哦，这血便检查有没有？因为这一本其实它是在讲4大癌症哦，然后去请大家来做是。癌症前的筛检，你想想看，海公你老台家穿底安用改不搞改地西，如果你是很硬的拿出一个 A4 纸，然后说哦，你来读一下这个字，大家还是会读。可是如果你把这打开，大家就会忍不住想要看，因为我们很喜欢看。如果你看改狗肠地图，你就会对这个知识有进一步的获得，对不对？OK， 这个是乳癌，像这个就是。就是女性的，然后关于一些什么X 光摄影啊等等的东西，没错，哇，所以难怪她会得金奖，因为她真的非常的有意义。OK， 这个也是跟女性有关的，讲的是子宫颈，没错，对不对？子宫颈抹片检查，然后非常的细腻哈，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老实说，任何人都是会想要去询问这本书，因为它很有意思哈，所以你还记得得到提醒两改作品。所以这就是你们今天带来的另外一个作品，对不对？是不是对第6本非常的好奇嘞？就想说，会做出这样作品的人，到底脑袋瓜在想些什么事呢？所以大家都紧张，你不你敢去会开个讲，大家都很紧张。没有，我们题目很小，没有不会太难。我们刚刚说你们是一个相爱相杀的关系，所以你了解一下，记得除了从头至尾 ，OK， 我该念一下。我问的这个题目就是问3个人，所以你们其实可以用手去指对方。就谁，比如说谁最什么，你就不能想很久，就直接告诉我是什么，好不好？抢问，请问3个人当中，上感应地图谁最有选择障碍？1、2、3，选择障碍，叫他选。谁？学姐吗？学姐，对，是学姐。刚刚阿光还说是我吧？为什么是学姐？选择障碍。自认为对。对啊，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决定因为每天都在做决定。没错。对，然后他们2个很快就做决定，然后我就会想说，这样子会不会哪边不好啊？因为可能我对外面吧，我就会想比较多啊。那你们2个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可以做决定？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内心的那些焦虑、焦躁，或是那种疑惑，割舍，你的外表呈现很稳定，这样子 ，OK 就决定了，蛮好的。我觉得大家可以互补。第2题，3个人当中，上感应地图，大家考一下他们谁最有耐心，最有耐性。不行，一定要指一个人。一定要指一个人。对。好吧，你。你们每个都有1票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1票因为你指学姐嘛，对不对？我指小光。OK， 学姐指2票。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创作有关，对不对？因为创作很需要耐心，会吗？或者在不同的我们各自的分数，可能他在业务端就很有耐，他对客户超有耐心。我对他们没有耐心。你可以分享一个你对他们没耐心的例子吗？最近比较没有，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然后我非常怕热，所以有时候
因为办公室一直都没有冰箱，我就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买冰箱？之前都坏掉了。这个例子好有趣哦。然后我就想说，他们俩怎么可以决定这么久啊？然后就是一定要夏天了不买冰箱。我是一个比较急躁，就是比较急躁的人。很可爱，你看这就呈现出耐心，然后跟选择，然后想说到底要多久，这样很可爱。你看学姐很可爱，哎，我觉得你们3个人在一起真的是很互补哎，我有这种感觉。好，喜欢什么我们就一起讲好不好？海边跟山上，山上海边，海边，哦，所以我们不会碰到放假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就放假的时候不会碰到。OK，海边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会选海边，很热，很热。哦，因为山上比较凉，可以吗？对啊晒手好溜，OK，真的好有趣，你们2个果真一样哎。好，再来要一起讲哦。好，晴天跟雨天晴晴天， ，OK， 好，这红，OK， 好，那我们再讲一个，来对方的口头禅，你先你讲一下他们2个的口头禅，随便你挑一个人讲。小光的话是懂，懂是客家话吗？对，没有就是懂了，这个懂。哦，懂了，我以为哈嘎巴公很怎么样哦，懂了。好，这是口头禅。那还有呢，学姐？小光的是不容易，哦，不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还好啦，没有什么太不好，对不对？就蛮他什么事情都会说不容易啊，做完一件事情很大，就说不容易啊。对，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哇，OK， 好，再来选一个最想要的超能力。超能力，飞，读自己的心。很棒哎，读自己的心。你看他内心，他真的是一个内心有很多小剧场的人，对不对？好可怕。任意门，任意门 ，OK， 好，那就不用到处开车。不用到处开车，是不是？很快就在哇，很好。最后一题，最近最想看的电影或书，可以说没有啊？哦，好久没看电影了。对，太忙了，而且今年电影的票房真的不太好。那 Inside Out 第2集吧。 OK， 脑筋急好。转弯嘛。我真的还不太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你看，这种第六上感已经开始要自己聊天聊起来了，好不好？来，这个我们时间最后，我们想要来分享一下，就其实你们有很多的策展经验，对不对？例如你们也有一些像跟奇美博物馆合作的策展啦，对不对？或是一些主机展等等的，有没有什么特别，或者要不要特别来分享一下你们最想分享的策展？我们其实现在看到的立体书，其实它里面对包含2个东西，一个就是纸张，另外一个就是结构。那其实在，我们这准备进入10周年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和转型，就是我们除了在做纸上面的一个建筑之外，我们把结构和纸艺进到展场里面去。所以进到展场的策展，就是除了在我们的奇美博物馆，然后一直到我们最近有到很多像是宜兰、到桃园，然后到不同的地方，都开始把纸张和结构以及策展结合在一起。那最重要的是，它里面还包含了它是永续的材料，它是可以进行回收的。哇，对，它不像我们一般知道的这个展览，结束了那些东西就拆，就变成一大堆垃圾这样。我懂，尤其纸这件事情我们会直接联想到就是环保的题目，对不对？OK， 好，所以如果说你改用庆朋友来抬杠，因为知道你们现在也有一些材料包嘛，对不对？或是你们有一些策展，甚至有一些课程，我们要从哪里知道讯息？最快的一个方式就是在我们的 IG 还有 FB OK 以及我们的官网。所以 OK， 所以大家係講第一到改都改自行則去到第六改免術，然後係講第六改 IG，然後係官網，只要打半隻羊應該都可以找到你們，對不對？所以大家都是用第六改口腔改信息啦，然後係講第六改展覽，大家都做得起哦。好，今天非常謝謝你們到這邊跟大家分享你們的故事，好不好？希望我們可以看到更多你們的作品跟展覽，這樣子。是我們的睇年下咧，照常啲所有嘅鄉親朋友，強下咧做認同了。校群復習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